台南文化中心有一座自然生态景观池，要20年前成立的时只有饲2对水鸭，但因为真侪民众放生，加上热心的民众来饲，造成水池鸭甲鹅仔的数量愈来愈多，加上原本的龟甲鸟类的生态，排泄物已经严重影响水质甲环境，所以文化局慎重讨论以后，做出开放民众领养的决定。那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去养绿头鸭，然后后来渐渐变成一般的贩鸭鹅都进来之后，那现在整个生殖力泛盛，整个文化中心的水池，因为很多人喜欢去喂食，然后鸡鸭的一个粪便又整个水池污染的非常的严重，所以优氧化的非常的严重。那因为族群太众多，那文化中心本来是想要说不是委托专业的，就整个移到农场去饲养或是怎么样，然后后来想说如果大家这么喜爱这些小动物，那是不是有兴趣的人，你就可以来跟文化中心申请认养，那你就可以抓回去。那或许你家里有比较好的户外的空间，或是一些小的农场，那你就可以让这些鸡鸭在那边生活。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开放让所有的市民，如果你愿意来饲养这些鸡鸭或鹅，你就可以跟文化中心来申请登记认养，那就可以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认养的手续。记者到现场，真侪民众拢同意文化中心开放领养的做法，避免污染持续扩大。只是民众受限养饲的环境，无法度讲领养的领养。根据了解，在4年前，文化中心透过规划整建，好不容易所建立的水环景观，改用自然工法来恢复水池水质的成果。现在因为鹅仔甲鸭伤多，无法度自然净化。嘛，希望对减少生物的数量一步一步改善。那其实文化中心我们其实都一直有在整治哈。那之前文化中心没有用生态工法之前，其实每一年都要洗一次水池。那自从改成生态，它有自然的水生植物，然后有很多抛石，然后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潮间带的一个自然的生态的一个循环。但是因为民众一直丢东西下去，然后鸡鸭粪便的大量排放，已经超出它原来自然生态可以去净化的一个程度，所以希望能够至少把这些污染源先把它减量，那它自然的生态可以自然再去恢复。我想这样对水池的整个优氧化的一个进程会比较缓慢，那整个净化水池会更有成效。文化中心除了无限民众的条件开放领养，呼吁民众唔通搁再随便放生，或者是饲面包、菜鱼啊等等，嘛希望这个机会进一步成为一种生态教育。台南新闻顾文吉、何乔邦采访报道。